武陵农场发生山猴咬人的事件，有一个男性登山客透早7点的时到武陵农场武陵山庄的停车场，人未落车，就有一只大只山猴跳上车，甲咬着伤。据说伊正手来舔7针，伊过来走去立山的卫生所去舔这个空嘴，嘛因为安尼袂当去爬山。农场表示讲，当时这登山客赶这个已经杀好的卵，应该是这个山猴闻到这个香味，才来甲抢来食。 武陵农场的山猴出现伫真侪游客地区，阁会抢游客食物。一位男性登山客一透早到武陵山庄的停车场，人都还未落车，车门才拄煞开，就有一位成人大山猴跳入去车内底，直直甲夹，造成伊的正手出现长2公分、深0.5公分的空碎。因为代志发生伫透早7点，幸亏伊雾色还未开，伊敢会当去离山卫生所。上尾正手舔7针嘛，影响登山行程。真无简单，要安怎到新达山厝？毋过正手实在伤痛，伊决定隔工就要直接转去。查某人怨叹讲，园区拢无咧管野生动物，才会造成伊互咬着伤。输掉伊计划半年的行程乌有去，嘛留下阴影。而且伊落山了后，打电话予各单位，拢无得到实质的处理。保持警方甲讲，过去无安尼案例。农场表示是林务局处理，林务局嘛无人甲伊联络，谁会当行伊一个公道？武陵农场讲，山猴咬人的所在是伫武陵山庄的停车场，是属于当市林管处所管的，应该交予林管处处理游客慰问、医疗理赔，而且包括送游客登去新的住所等等的代志。另外，我们也在26号的中午跟游客联系，表达关怀，并且由灵山工作站的主任赶抵到现场去慰问跟处理。那同时呢，也代为支付因为受伤所衍生的住宿费用。 农场表示，当时登山客手摕用塑胶落啊底撒卵，应该是山猴去互食物声到才会走过来。农场嘛加强游客宣导4个一个无，包括莫接触、莫甲食、莫甲吃，而且食物莫互山猴看到，都袂有冲突。毋过野生动物毕竟要是较歹控制，即摆佫跳入去车内底，甲咬着伤。着伤的登山客嘛建议武陵农场应该设24点钟的紧急医疗站，林务局嘛应该要有掠山。 搞的计划，停车场或者是某一寡所在，是毋是应该加到铁丝网，才会当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？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